个高银，哇塞！那你金光闪闪哦。你最近迄个刮刮乐，你是入了1000万的，还是安那？我是找到好翁。找到好翁，哎呦哇，恭喜哦！干足久啊呢，头2、3年无男朋友呢哦。对啊，祝我幸福啦！恭喜！啊，今仔日咧，这是阮翁的嫁妆。嫁妆啦，嘿哦，月聘金就对啦。对所以你当是9分仔的人啊。啊，9分啊。9份嘛。台湾那是9分啊，有头前名啦。金龟石。唔系，系，唔系啊，收较远的。较远的啦。较远的。金山嘛，搁过去。搁过无啊啦。搁过去啊。搁过无啊啦，你莫叫骗去啦。咱来去新城。新城有黄金？花莲新城。新城我去遐，敢若一个有新城国校棒球队呢。棒球队是哦，这我唔知呢。对啊，我捌去煮饭互伊食过。是哦，哎，哪有黄金？迄个所在是毋是自然的资产就丰富？对。哈，大理石、花岗岩，搁有，这搁是台湾上早的黄金传说的所在。真的。所以古早时阵呢，这个所在足出名，足侪人来 Gold Rush 淘金。你确定你这个新的男朋友无甲你骗哦？我唔知呢。你唔知哦？我足单纯呢。我甲你讲，花莲新妇你可能去用骗你。是吗？我请一个迄个花莲的囝婿来。囝婿？囝婿，伊可能较了解花莲的囝婿。较熟悉吗？较熟悉。阿雄啊！关丁啊！进来哦！花莲囝婿啊！来，花莲囝婿像。阿雄啊，我本人。你唔是台南吗？我台南人，但是嫁去花莲。嘿，我嫁去花莲，嫁去花莲。我嫁去花莲。我是带花莲的某啦。所以我嘛是算半个花莲人。伊拄则讲有一个新的男朋友伫咧什么新城啦。伊新男朋友伫新城。伊讲的。我最近拢敲电话拢未接咧。嘿啊，你叫骗去对啦。那无黄金嘛对无？遐有黄金咧？对啊，你捌听过遐黄金无？无嘛。系啊。哎呦。有当时啊呢，就有价值的物件，无一定是黄金嘛，可能是比喻为黄金。哦，你家己也当作黄金就对啦。对，我可能是爱去疗伤啊啦。你若买想嘛是会使啦。系啦，伊嘛无听咱的口讲好啦，你坐啦。我嘛唔听，是啦，嘿啦。人当恋爱就是安尼啊。人要有希望，今仔日我的导览先生嘛是一个少年的，足缘投的。真的吗？你话讲缘投就安尼啦。对啦，甲伊介绍一下，我的导览先生呢是一位足少年的地理老师啊，伊甲其他的老师无共款，老师一般拢是看册、教生，嘿，但是伊是用伊的双脚熟悉台湾，伊行过足侪所在了后，上尾决定要留伫新城。因为伊找到一个伊心中上有价值的物件。咱来邀请我的导览先生，上爱讲故事的导览先生子阳。少年哦，哎呦，少年哦，子阳你好。你刚我18岁啊？有啦，我24岁啊。你确定咧？你爱看身份证啊，无在还呢。24岁差不多跟我加去1轮。哎，你会接受吗？好，但是今仔日咱有口号，来换一个好。好，来，新城风景金闪闪，哪食哪说真轻松，山海故事咱讲互你听。对哦，有啊！哎呦，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吼，我想到阮同事少年的时阵。哦，足像的呢。什么人？阮同事。你在讲我？你意思是讲伊安尼就算安尼散散啊？三狗啊！乌安尼啊！啊，挂一支目镜，我较早。你较早就安尼，你嘛是挂迄乌金的啊？我干嘛给摕落来？摕落安尼哦。
好硬很有，佢共面啊咧。嘿，个港面，但是阮两个共款的所在，毋是敢若看起乌乌散散尔，阮两个看起拢敢若足娃娃脸的，拢足少年的。这样跟你讲的，不是你讲的吗？这样跟你讲。对啊，足少年的啊。你拄则讲真好耍，你应该是宜兰人吧？嘿，是我是宜兰人，所以你是地理老师，对，行行的了，到花莲新城这个所在做调着，会当安尼讲，找着上有价值的物件。对，是。是这吗？嘛毋是啦。其实我头一摆来去新城的时阵，我嘛毋知影遐有金嘛。我是徛倒摆想要去看苏花公路的风景尔，徛落山着到太鲁阁啊。咱新城就是伫太鲁阁边的一个小镇安尼，就去遐行踅安尼。就感觉讲迄个小镇，伊感觉是真无共款的，因为真正迄个所在是一个真老一个街啊，就留落来了后就发现讲，迄个庄头真正是有真侪原住民啊、汉人啊、日本人啊，拢伫遐交流啊，煞出现的一个庄头安尼，有真侪故事伫遐。啊，我拄则讲，伊迄个所在有一个啥物棒球队，对，你知吗？是，迄就是我即摆伫做工课迄个单位啦，嘿。你做导演嘛？对，我就是伫遐做工课安尼。是。咱的迄个公司叫做练习区。嘿。就咱真正就是一个做教育在地囡仔教育的一个单位安尼。所以他都好子哥有讲到，咱其实一开始是一支野球队，带在地囡仔拍野球安尼。对。后来就是讲，咱伫在地咱有一个册店。嘛，希望讲咱在地做工课，才人会当甲在地故事整理起来，互外口的人知影。所以我即马到花莲到新城就是咧做这个代志，就讲在地的故事，互大家听安尼。所以咱今仔日要来听，毋但是咱新城的故事，而且是咱阿勇啊，伊感觉上有价值的故事。是。做伙来收听，来有请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子阳先生，今仔日要带大家来到花莲的新城游览。若讲到新城，咱头一件代志就要先来了解讲，为虾米新城叫做新城？这就甲新城这所在的地理上的位是真有关联啦。咱来看图片，大家当看到这个图片，中间才有一条溪，这条溪叫做利雾溪。利雾溪。啊，利雾溪的后壁，才有一片村长出去有一个平原。这就是新城乡新城乡的所在。看无不要紧。靠海。嘿，伊是靠山沟、挖山沟靠海安尼。我甲你讲，因透早迄个棒球队啊，透早因若是咧淡薄咧走的时阵走标，拢是伫边啊，迄布岸靠海布岸。是，咱就是伫海边安尼走。海边安尼走，真正咧海边。是。迄海边是拢石头岸咧，布岸顶管。布岸顶管。对。我才有传一个道具，我有讲我是地理老师嘛。所以用道具来甲大家解说新城到底伫倒位。大家当看到我这个该做的，我做3D 的一个地形的模型。哎呦，这就是花莲，花莲市伫遮。是。头头讲咱利雾溪伫倒位咧，就伫遮，遮。伫利雾溪的下骹，才有一条村长出去的平原，靠山过挖海，这就是新城乡。咱住的这新城村伫啥物所在咧？就咧新城乡的上北边。遮，所以你若为新城过往北边行，就到清水段来啊！大家敢看过？所以新城这地名会出现，其实就是真正个汉人的移民。伊为北边来到花莲遮，伊翻过山头了，落山了后，到平原的头一站，就是新城。所以新城为虾米叫新城？就是新的城，新的厝，安尼概念。安尼会使了解。这就那恁宜兰共款啦。是。规广康出来第一个城市就是头城。对。新城。伊的概念是共款的，伊的概念是共款的。毋过伫新城这个地名，这个地名差不多是150年前出现的。毋过伫差不多300-400年之前，这区佫有另外一个地名叫做多罗湾，叫做多罗湾。毋过这就甲汉人无关系啊，这其实是西班牙的航海家号的名。这就甲头拄咱讲到的新城敢若有金啊，这是有关系的。咱头拄介绍的这条利雾溪伊的溪底是有刷金的，就亲像相片安尼这物件。不过这是后来我来到新城去做访问看到，我才相信的。无一开始
你若去新城的街仔顶外行，你根本就看无啊！你这到底是真正是假？我30-8年前的地名，你敢真正是真的？啊，你敢知影我是为虾米会看到这个？这真正是金啊！嘿，真正是金啊！刷吗？嘿，金刷，对。啊，你哪会看得到？因为你有行入去溪底嘛，你无，即摆是袂使行入去溪底。哦。这是我去在地遮个时代引导去访问，吼，伊是一对翁仔某，差不多70-80岁啊，就想讲，遮较古早之前的故事，因敢知影，就去甲伊访问。我就问讲，阿伯，你敢知影？咱新城遮进前敢真正有金啊？我就甲问，吼，阿伯就开始安尼啊，开始讲安尼。啊，迄阿桑就坐伫因翁边啊，哪听哪点头安尼，吼，啊听了就徛起来去因灶骹。我想然后又摕一个用入笔纸甲锁仔安绑起来一个物件，摕一包安尼乌的出来。我想讲阿送去灶骹摕物件出来，应该是好食的物件，毋知是糖还是药啊？是中药。我想这是啥？拍开了，金啊！我说就是安尼，就是伊拍开安尼手摕开安尼看，少年你看，这咱迄个时阵捡到的金啊！我想讲你哪有这？你真正头一摆看到，我说这杜老板的传说是真的呢。我就甲伊问讲这是倒位捡的？伊讲伊去柳溪溪底捡的，因为伊是用入笔纸包起来嘛。我就甲伊掀开来看是倒一工，民国70几年。我是讲阿姨，你敢会记你为虾米迄个时阵会摕到这个物件？伊就讲因为迄工会前几工拄好做风台做大水啊，山顶的金马去互水呛落来。所以就是风台了的隔工，规个砖头拢无人，人去对啊？人拢去溪底捡金马，这就是因捡的，安尼。对。你讲白啊，送来咧问咧。是对，就是每时人拢有捡着安尼。哇，这哪只水着？不过后来，这是兰吧？这就是即摆的溪口，这就是即摆的溪口。啊，其实即摆咱若来去立威时遮是袂使捡金马，因为后来是国家公园成立啊。所以即摆你若去去溪底捡物件是违法的。建议大家咱来遮看卖，就是敢若金马金光闪闪的美景安尼。头有讲，这个所在地就是立威市的溪口。这个所在就是你若是你暗晡仔的时阵，你若是暗晡仔的时阵来到遮，你当看到迄日头光去互山切开，反照伫咧这个水面，安尼金光闪闪的一个所在啦。这对咱在地来讲是一个敢若私房景点安尼的所在。嘛真侪遮在地人会来遮钓鱼啊，来遮赏水安尼。所以你看，伊遮大自然的力量有够强安尼。伊迄日溪，伊甲山切开，对，就是遮。遮日头搁去互山切开，碰切来切去。是啦，对，所以这就是咱在地，就是大自然的美景安尼。看完美景了后，咱就来讲一遮新城人文的故事，人文的故事安尼。若是大家来到新城，我有一个上介意的所在，让邀请大家来遮做客来遮看卖。这是咱新城村内面的天主教堂。不过大家看到这个相片这个画面，会当发现讲，其实这个教堂有小可无共款。因为你会当看到，虽然讲伊顶管写天主教会，不过这个牌楼，伊是日本人留落来的物件。伊是鸟居。是，伊是鸟居。好几个政府概念伊是鸟居。咱来看100年前的江志伟，伊是安尼。所以你会当看到，其实这个人就是迄个时代的日本人。立威市进前就是要行入去太鲁阁一个重要的交通的要道安尼，所以这日本人来到台湾了，其实伊要统治台湾，伊要摕台湾的资源，伫咧新城遮都有发动过战争，就是遮，所以伫新城遮会当看到这日本人留落来的遗迹安尼，不过了后就是咧1950年迄个年代时阵，就是西方的遮个天主教会的力量来到花莲啦，咱就会看到讲即马，咱的这个新城的天主教堂的外观就是像安尼，这是教堂个遮水着。对，伊的故事就是讲，伊用圣经内面有一个叫诺亚方舟的故事，所以你看伊的外形，就是尊头，是尊头。对，所以伊的建筑是有故事的安尼。这这个教堂伫咧当地足侪人，比如讲，若是要拍结婚的相片嘛，是内底嘛是有办这个婚礼安尼，是，嘛是有咧使用的哦。所以你结婚嘛是踮遐嘛？嘿，有咧花莲，无啦，我唔是啊，我当然这个新城我有捌去过一摆，我有看到啦，有人安尼讲咧，有咧介绍啦，所以我大概知影。是，这是真的，因为在地真侪时代拢有讲到安尼的记忆，所以这个空间其实对在地人来讲，伊是一个进入生命记忆的一个所在。因讲到遮拢会有真侪记忆甲回想出现安尼。
吼，刷落来，这就是咱头拄仔讲到的，就是新城的街啊，吼，啊头拄有小可讲到，吼，其实新城才会发展起来，甲日本人来遮统治，吼，因为过去新城这个砖头就是一个行政的中心啦，苏花公路甲中横公路的交点就是新城，所以遮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交通的要道就对啊，吼，所以真侪迄外地人，你为北部落来，你为中部过来，你拢会为新城遮过。迄间柠檬汁是咪袂歹啉啊？是咱在地上有名的，吼，真迄间真正好，你我看有名，嘿啊，对对嘛，是迄间嘛，对，就是这间。对。啊，你今麦想要啉吗？水淡吗？你有搭吗？我当然有知。我为花莲，我为花莲给挂起来。水有汤啉哦，是哦。哎呦，你那小天使嘞！我真正是小天使啊！赞！啊，就是这帮呢，好啉嘛，好啉，一杯好啉。谢谢。所以大家就拿啉来拿听啦，吼。伊这这芳是不是因为有染伊迄个柠檬皮落去加？有啊，是生都有啊，有一点仔苦苦的，我过年的时阵拄去呢。哦。啊，都是老师讲的，一定车会经过遐。一定遐。但是我就是看到伊迄招牌有做者是金仔店。啊，金仔店。伊有金仔店。金仔店，啊，迄装潢拢是迄足古早的。但是即马拢无看到伊开。对，即马较无人。对。所以伊出产金啊，所以有金仔店。啊，但是迄个时阵我会因为我会去新城是因为这杯啦，因为这杯实在是太有名的。啊，我就等若是当时若有等去花莲吼，我捌一届就是开车啊，带阮某啊甲小朋友安尼啊去新城迄一摆，就是为着这杯去的。啊，因为你伫咧顶头，你会看到资料顶头看到讲新城的老街啊。啊，你就想讲老街啊，敢是就亲像咱伫咧老街？系啊，就是足矮的巷仔路啊，然后店面足多，结果毋是去就是像安尼，就是这条。啊，然后呢，你看到毋是你心内想到迄个老街，伊是一个足简单。啊，淳朴的、足平凡的街仔头安尼。敢若是你庄脚经过，凊彩一条街啊，安尼尔，安尼尔。你若无注意，输一就过，迄老街对，对，无老街。原来这条就是老街仔头。是，对。不过就是因为伫日本时代时阵开始就真侪人伫遮做生意啊，所以伊这就开始闹热起来安尼。所以即马伫新城街啊，旧街仔顶悬都会使看到小可是日本时代留落来厝，吼，像这间，这间就是迄柠檬仔隔壁。哦，伊即摆是就是正正就是做上馆安尼，吼，伊是100年前留落来的厝，啊，即摆就是这个空间是有真爱摄影的翁仔某来遮经营啦，安尼吼，啊，因就是有因的专业，才会文物吼，就经由因的手来整理，啊，来做一个微型的这个展览安尼，吼，咱当来看，吼，内面生做啥物型，啊，这就是正正吼，迄个老。因为即摆拢是数位相机嘛，啊，毋过较古早就是用底片相机安尼，吼，啊，若是要甲底片相机的相片甲摄出来，你爱用一种空间叫做暗房，吼，啊，这就是因迄个时阵去刻这个老前辈留落来这文物，啊，甲伊搁做一个小型的这展览，甲伊放伊店内面安尼，啊，刷落来，吼，你新城的街仔，各会当看到另外一间，吼，是即个，吼，啊，这嘛是咱伫地方的一个朋友啦，吼，啊，伊是做图的。伊是师傅，吼，做陶土的师傅安尼。不过我感觉伊的店面是真特别，是大家会当看到伊顶悬的旧的看板讲老的。对。吼，所以这间店面之前是做电器，是做家电的。吼，所以你嘛会当感觉到这条街仔其实过去是真老一个，嘿，迄个感觉。吼，啊，这对翁仔某嘛是甲这个店面做落来了，就是做图啦安尼。哦，做灰啊。哦，做灰啊，对啦，伊甲改建啦，嘿，对，啊，这就是因的作品安尼，吼，所以大家来到新城，吼，这区的时阵嘛，会当去这个店面内面去找因开讲，去看因的这个艺术品啦，啊，那是大家会使去体验无？会使去体验，会使，你若有4个人，你就会当去甲师傅报。啊，大概4个较会使啊，啊，领导无？你就4个啊，你就4个啊。那敢若有的2个人袂使体验嘛？足济，因兜嘛足济啊，因大家族咧，拜托。恁规个家族拢去吗？迄个无啊。哦，4个地让做伙来体验。对，大家嘛有食到咱在地上就是不哩出名的这个柠檬汁啦，吼，啊，即马就来介绍是讲咱即马是今年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景点啦，安尼，吼，这叫做山海百货。百货行。嘿，这嘛是咱新城唯一的百货行，唯一的，吼，啊，这个你若来到这个空间，你会当听音乐，
会当食物件，会当买物件，嘛会当看展览。哦，这个空间嘛是咱练习曲去家做落来去改造做出来的安尼。所以你讲听音乐是当时拜鬼的时阵会使听到音乐。咱有一个较细的展览，就是你讲音乐的。啊那平时就是有办活动的时阵，就有一寡音乐会伫遮办安尼。你想要去唱啊？我欢迎看机会吧，阮团体拢足久无邀人邀请阮唱歌。我是袂晓弹吉他，我弄过去袂。会使，我菜安尼咁要紧。会使啦，欢迎。嘿，啊，毋过这个空间甲头拄咱看到迄陶艺馆是共款的。这个空间即马是百花行，毋过进前伊毋是这个用途。所以咱即马就来，互大家来约看卖。吼，这个空间有三层楼，伊正正的功能是啥？哦，伊较早伊前身是啥物货哦？对。跟这有关系？你卖毕加笑的啊？啊，文毕加笑。之前应该无比较少这物件。是主题馆了。较这只有关系哦？跟这只有关系？有关系。啊，你这啊，你哪有约到？相对简单啦。小简单。是啥物？你这肯定是那个啦，电力公司啦。因为伊咧发电的啊。但是为什么电力公司要楼下厝？啊，就办公室伫2楼、3楼啊，啊3楼是宿舍啦。哦，对，安尼通啦，安尼懂。你嘛是有无较早即间伊是咧放迄网架的。放假的哦。电影院啊。电影院啊。哦。电影院哦。到底这老厝的进前是做啥物的？哈。台电的啦，真正叫你摇着，发电的啦。发电的啦。是的，这个空间真正就是台电的一个营业所安尼。啊，你即摆甲跳跳无，安尼电要对倒来啊？我因搬出啊啦，因搬出啊，因为后来因为小可原因伊就搬走啊，所以这个空间就是荒废差不多要10年啊。这就是真正的内面的模样安尼。你看办公室，你看有桌啊、甲椅啊，你看。就是民众要来遮纳钱啊，要办公的所在安尼。啊，2楼甲3楼就是员工的宿舍，对。真假假？真的，是真的。真有宿舍呢。真的。你若今摆来遮看，你个会当。哦，到这里个赞。对，所以即摆就是咱家改造变做是一个就是选物店安尼，嘛是因为头拄仔讲到新城其实就是来到花莲的第一站，所以希望讲游客来到咱新城了，会当看到咱花莲的大山甲大海，啊，而且嘛会当去买到咱在地一寡伴手礼安尼。啊，我今日嘛有炸咱就是练习区家己传的伴手礼来，互大家试食看卖。这是米芳，这是米芳，啊，这米芳特别所在是，伊是用花莲的米，加咱太平洋的海盐做的，所以大家食看卖，伊是海盐口味的安尼。啊，头拄有讲到咱练习区其实是做教育的一个团体，所以咱做这个米芳其实嘛是希望讲，那甲这个米芳卖掉了后，这个经费当回馈甲在地囡仔的身躯顶，互伊的教育会当提升安尼啊。哇，真好食，真芳，甜咸。你刚才拄则咧讲啊，因为练习区啊，内底啊拍野球的遐个小朋友，较早进前，因就做迄个所在，做起来嘛，啊，迄个灶骹因豆豆做起来了，结果敢若是去哦，唔知啥，搁去哦收顿，所以叫做灶骹无去。无灶骹，无灶骹，所以遐个囡仔暗时我都有。食米爆米芳，唔是啦。逐工拢食便当，一定是食便当啊！食便当，安尼因讲叫伊拢讲遐歹。便当，回放落空气啊！你莫安尼讲，咱顶礼拜去拍全国赛呢，莫安尼讲。全国赛，讲出有对，但就是食便当啦，食便当。重点就是讲吼，有当时啊，你外食食成济嘛，对囡仔健康较无好。对啦，啊，厨房真重要。所以伊即摆因咧做，应该就是讲一个那菩萨咧做的行为。安尼无私来帮助遐个囡仔，嘿。即吼，咱甲电视安尼放送啦，啊，互大家人来到花莲，尤其即摆花莲吼非常需要大家来帮助支持嘛。对，来新城安尼行甲支持。对，买只米芳你看袂歹，好食。啊，搁有传一个，嘛是咱在地较特别的点心来，互大家试食看卖。点心。啊，大家嘛知影吼，因为咱在地就是较传统的族群，就是太鲁阁族，太鲁阁族的原住民安尼。好来，你也是咧算迄啦。套圈，你毋是讲要炸物件来咧，炸这？假的呢？哎，又看卖。哎，又看卖。哦，你讲你食甲这有关系？有关系，是。
创有因可啊是创意的新食法，对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甜甜我看是圈？圆啦。甜甜圈，但是有什么物件做的啊？甜甜圈到处都有啊。哈，到处啊无啊，伊讲跟原住民有关系啊，当然是山猪肉的甜甜圈啊。哎呀，啊有创意啊，应该是恰仓吧？恰仓，恰仓烤味哦。啊是马告烤味的，我什么都无讲，还没拢无因为差伤济啊，是小米。你看我就讲小米对啦，小米酒嘛，咱拄则就是咧讲小米酒。所以我今仔就嘿，就准备咱在地这小米甜甜圈，然后大家食看卖。足好吃的，这听足 Q 的，这足 Q 的。哇，你为新城早来哦？嘿啊，迄是迄个少年的迄个，嘿120嘿我有甲你讲哦一个餐车嘛。嘿，对。啊伊迄拜六礼拜伊有一个市集啊。对，嘿，伊即摆已经不是餐车吼，下一张照片，我知出来。可以，嘿，伊即摆已经是店面啦吼，或者你看，即摆已经是店面啦，嘿，店面啦就是一个就是在地太鲁阁族的青年安尼，哦，啊就是用因在地家己种的这个小米啊，嘿，做成安尼小米甜甜圈安尼直接卖安尼。这就是我这，这就是我嘛。会对呢。这就是我。哦，真的呢。真的我去过啦。我拄则就甲你讲小米天裤啊，你是？对，有啦，有讲到。安尼有好食无？真正好食。因为伊是较优先的这在地小农啦，吼，所以因的店面内面佫有卖真侪这种在地这种农产品，像头讲到的马告。哦，气仓啊，红梨啊，遮拢有卖，恁遮店面拢有卖，安尼。所以大家若是有机会来到咱花莲，来到咱新城，就要食柠檬汁，吼，啊，食一个甜甜圈，啊，对，海边啊，教堂啊，街啊，安尼行的，吼，其实是一个真舒适的所在啦，安尼。吼，所以若有机会，吼，欢迎大家吼来到花莲，来到新城来找咱，互咱讲在地，告诉互恁听，安尼。哇，有的少年啦。伊拄则讲遮尔济好耍的物件，你知影七星段？我知，当然知咯。你知影伊是伫咧花莲倒位无？我知啊，我若看导航，我就知伫倒位啊。系啊，啊你又不要你，你这囡仔，你关啊，你关我到5万来，5万来，伫倒位哦？伊伫咧迄落花莲，扣啊，免，花莲搁去哩，花莲市的北部，搁往顶头行咧，就机场啊，空军伫遐对唔对？对。空军的边仔就是七星段啦。是，敢是算咱的新城？是，七星段迄个所在嘛是算咱新城乡内面。啊，算新城乡的所在啊。算。因为新城是真长的，嘿，新城是真长的一个。真长，我当然花莲市的呢。因为七星段我是定去啦，是一定会去的。啊，伊是湖，还是段，还是啥物？啊，你都讲段，对啊，段是海吧？是海，你这七星段是海，是海，是海，因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若是去等于花莲吼，我要带囡仔朋友要去海边佚佗，就是去七星段，伊是海无唔对。就是因为讲正正迄七星段这个所在，其实唔是伫即马遮。吼，伊是伫差不多即摆的空军迄个机场迄个所在，吼，啊，之前遐就是较低淡仔地湿地啦，啊，之前就敢若是有算讲有7个段安尼，啊，就敢若北斗七星安尼，哦，就叫做7个段安尼，啊，后来是因为讲日本人要征收遐个地要起机场啊，吼，所以甲顶悬遮个民众甲伊刷走，吼，甲伊刷走，吼，啊，伊就刷到海边啊了，就甲因遮个旧地面嘛炸走。哦，所以迄个所在叫做七星段。对啦，安尼甲我拄则讲的差不多有讲到空军嘛。你拄则，我讲到你个差不多讲到空军嘛，足假嘞！哦，你这花莲行者，我算有讲到。讲嘞，嘿，我原来这是由来啦。所以你已经为宜兰搬到这个新城几冬啊？要1年半啦。1年半。要1年半。这1年半当中，你应该有交一寡有咧卖山产啊、海产的朋友啊。咱新城，什么意思？你应该加减，不是咱去，爱食，咱去遐的时候，讲应该有山产甲海产会使蒙淡产。嘿，因的海产拢较特别。较特别。迄是黑潮的关系。
花莲啊、台东是足赞的渔场，嘿，但是收这鱼仔的时阵要安怎做？安怎保存、保利？收这鱼啊，保存哦。你甲生起来，伊朋友拢知，哦，伊朋友足清楚。做鱼咯，拍起来拍拍瓜，嘿，对，拍瓜吗？啊，搁有咧，拍瓜是。搁有高级的做法，高级的头，罐头，高级的啊，啊，就放冰箱内底，放冰箱内底，你冰箱高级的冰箱。哦，无，你的朋友知影？咱来欢迎你的岛南好朋友。好，今晚就欢迎我在地好朋友小慧姐。哎呦，欢迎小慧姐啊！哇，好香的味道来了。拄只坐火车来哦。是，谢谢。啊，这拢你早来哦。是啊，我为花莲砸过来。哇，这很难，你也没印到。哎，这是虾米鱼啊？这只好做，好，你右看，好，你右看没？这蚵仔肠啦，蚵仔肠对。煎鱼。煎鱼，我钓过。你钓过？我去钓鱼啊，钓到煎鱼的。你兴趣足快呢，你哪会安尼遮侪兴趣啊？你山顶界你也有去啊，今摆你新城你也捌。啊，都为着趁钱嘛，啥物拢爱做。啊，房地产你有了解？有啊，伊有咧买厝啦。今摆台中也买。你讲哦，北屯遮即摆足宽的哈。安尼哦。小贵。所以买七期啦，台中七期。这是啥物鱼？你讲你都追去啦？这什么啊？这只叫做豆滚。啊，豆滚。一个鱼一个桌。一个鱼一个桌。豆。桌子的桌。哦，一个鱼一个桌。然后再一个鱼一个坤。昆布的昆，对，有做豆滚哦，这喊你听呢。台湾人叫豆滚吗？是因为嘛有人叫伊柴鱼。哦，柴锅鱼，柴鱼。这是做柴鱼的原料之一。其实做柴鱼会当有介侪种鱼啊，亲像烟公啊、烟仔鱼沙点啊，拢会使做柴鱼。沙点啊，咱来拍，不是螃蟹吗？不是三点蟹哦，是沙点啊哦。伊甲这个豆棍要同款，只是伊身躯有3个点，所以互人叫沙点啊。哇！其实做柴鱼上好的鱼是这个，叫做豆棍。豆棍是安怎讲？伊是上好。伊做出来柴鱼肉质上好，上清芳，对。是最正宗的柴鱼，所以伊油脂较济，才会使做。袂使，做柴鱼袂使有油脂，爱瘦的鱼啊才会当做柴鱼。油脂较好食。油脂咧爱摕来青食，袂使摕来拍干。因为拍干所以袂使有油脂。袂使有油脂。了解。你台语叫啥物？豆滚。豆滚啊，这是架滚，这是豆滚，这是画滚。好，咱要来。这是啥物啊？家己刨柴鱼。这鱼啊吼，青鱼啊要做变做柴鱼，差不多爱经过偌济时间，你知影无？哦，3年4个月，一般拢是安尼。这好食，爱3年4个月都拢退我啊！你看伊的色水。伊安尼哦，这差不多2个月啦。 2个月，都有人要约看卖无？你看守的时间就对了。是，爱伫遐拍啊拍啊。规档的一定爱一档。一档哦。一档，因大扣扣。但是去超级市场买柴鱼皮拢足俗呢。嘿啦。一年吗？迄足紧啦，因咧要卖紧卖出去啊。哦，3工。这位一只青鱼啊，做到变柴鱼，差不多爱1个月时间。你看，嘿，差不多爱1个月时间。这1个月时间，唔是规个月拢放伫遐晒，即马唔是用晒的，较早古早时才是用晒的，即马拢用火的温度，用茶落去烘，嘿，甲伊的肉质内底水分甲吸掉，所以差不多爱30天的时间。1个月。是。 是讲阮拄则咧讲是即个七彩蛋，甲这哪有啥物关系？七彩蛋因为有
定置渔网的关系，定置渔网伊会当捕捞新鲜的渔获，所以伊这个渔获上大宗的就是这雁仔鱼。我看拢这种的就是啊。是，因为每年差不多伫个这个端午节前后，就这个时阵，是这个鱼啊洄游到新城。哦。嘿，洄游到新城去新潭最大宗的时间，对，所以，较早呢，伫个七星潭差不多120斤的柴鱼工厂。伫个民国91年的时阵，上下尾1间的工厂，阮甲转型做泡芙馆，主要是因为鱼量无够，过来就是少年人无人肯接这个事业，是因为做这足艰苦的。你看，这要做1个月，等于你伫遐行会要行1个月。啊，大家要过会哦。是。这毋是用电炉落去准讲90度、80度，完全是靠火多甲少落去控制温度的。所以你爱个家己个蛋火团入去安尼。茶，看茶落去。即摆少年的无人要做。是，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茶鱼工厂一间一间关起来，所以阮才甲转型做泡芙馆，希望利用这个泡芙馆内底的空间，会当甲大人介绍茶鱼。其实较早伫咧台湾、伫咧花莲，伊的占有率有遮尔啊悬。啊，你的泡芙馆有足侪体验的，除了有介绍茶鱼的文化，之外呢，阮阁有做这个茶鱼，家己烤茶鱼的体验，甲做章鱼烧的体验。你捌烤过茶鱼无？无。唔捌，你试看。你家己用。你要试看卖？你家己用。啊来宾来，你无计试看。你是小路呢？小路。你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？我右撇子啊。安尼你的手头爱带左边。嘿。啊，过来。啊。右手提刀子，右手提刀啊，前面开始录。右手，得啊！你是不是会紧张？右手，我讲你来嘛。好，来，啊你摕一条叉鱼，试看卖。安尼，嘿，试看卖，来。你哎呦，你拢是粉的，有啊，慢慢啊。人带规片的，你这刀啊就摕较来的。你拜托，你凊彩摕一个刀啊，要叫我带。这可能跟那头有关系哦。老师应该爱死。我伫厝家己带好的，要无你叫老师带。我换一个。来，你用我你试看卖。那不过伊有小可有片状出来哦，有一片哇哦，有一片，啊有啦，你手啦，你看。无啦，人即马你都有挂手套，你讲你无？我都无挂。无啦，已经成功啊咧。对啊。即马这是爱出来。嘿，拢成功啊，拢成功，有诶拢成功起来啊。是哦。哇。你输大地，输大地。对，安尼改赞。安尼改赞哦。是。安尼好。所以伊本来肉就是生做这款啊，烘甲变安尼乌色安尼。是。这敢有营养啊？烘甲拢无水分。这是上天然的食材，无掺防腐剂。对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咱一般拢会来煮汤，还是做凉拌菜食，介营养啊。介营养。但是你家己烤的，唔是要食看卖？食看卖。刚袂使对吼。会啊，这会使食。对。我会使食你烤的。这上大地。我拿你吃。小可咸，小可香。迄个团咧烧的，迄个香气有够的啦。这是即马阮阿哥维持传统的做法，有一点仔酸的。有。酸的。嘿。拄食迄个公食的。但是就刷嘴呢，好食呢。那唔加烤寒啊。我都烤无晒出来，你是咧。你若是，你讲这嘛是体验的一部分啊。是，那咱茶鱼烤好了后呢，章鱼烧顶管一定拢爱有放茶鱼。对，伊是绝配啊。是啊。咱即马来做，大家来做章鱼烧。好。这火遮细安尼会使？绝对会使。行吗？会使。真的吗？咱第一步，先把这章鱼放在这5个洞里面。章鱼先放落啊？不是先倒迄。我建议你先把章鱼放入去。我甲恁斗相共。你甲烤青的。你烤一个，对啦。好，咱即马再把这个姜倒进去里面。伊这内底是卵蓝米粉。米粉嘛，安尼，搁淡薄仔盐。无加盐。卵加米粉尔。是。
啊，甲啊，给它倒在这5个洞里面。好，豆沫吗？嘿，豆沫会使。姐啊，这就疗愈呢。是哦，你做了解好呢。我也是，你也使去阮遐打工啊。来，好咱即马甲高丽菜放入去，哎，碗啊，高丽菜搁去，直接倒入去。哦，直接倒哦。嘿，照伊的方法会使。对，我有看，你那种。真的哦。真正世界去佚佗呢。啊，甲剩的姜甲倒咧。哎啊，这剩的拢倒咧，啊，咱即马甲迄个高丽菜拢甲飞迄个5个空内底。飞5个空。嘿，啊，小等伊一下。等伊者。嘿。我即马拢甲飞落后。好。啊，咱小等伊，啊，等互伊小硬化一下。硬化。咱即马为边啊甲烤一下。烤一下。啊，甲切。嘿，切一个形状。安尼烤一个。嘿。啊，切形状。嘿，对。等一下，这拢要甲包入去迄个半圆内底。哦，这就拿水饺安尼就对啊啦。嘿，来，咱即马2手并用。2手好。来，2手并用，甲伊包入去内底。安尼甲包起哩。是。安尼。嘿，对。哇，看起来就泰哥呢。看起来就泰哥。我咧做食的物件，你甲我讲泰哥，这个搁甲包起哩。哦，这个就水啊啦，哇！啊，这章鱼烧拢是安尼做的哦。是啊，你看外口伫咧卖，敢若就简单的吼。系啊。哦，环境就好呢。哎，我会当去上班哦。你那是啊，伊倒看嘛，伊开哦，你倒甲用落，哦，你偷无你也无讲讲你爱讲讲啊，你家己偷伊啊。你是不是有答案啊？哎，对，吐入去甲变过来。安尼。嘿，啊，你变5粒拢变过了后，就慢慢一直甲洗，就会愈来愈圆。真的哦。这若是安尼，咱去卖拢卖富起啊！这人家都真的，这一粒差不多要卖50块才会。这人家当走去哦。哦，这就好耍哎。这好耍。哎，形拢走出来哦。走出来，拢走出来。哦。啊，你洗的时阵，这感觉足好的，你看你咧洗的时阵。足疗愈的哈。好。感觉家己足够的呢。伟姐，拄好咱有讲到七星潭。嘿。是毋是有一个在地的讲法？因为阮在地人讲七星潭。哦，七星潭。对。啊，日月潭。啊，对啦，日月潭。七星潭。是七星潭。是。发音无好啦，啊无基本上大家嘛是拢讲中文的话，嘛是七星潭是无问题啦。是。咱即马都是甲煎甲恰，嘿，都差不多会当准备。有闻到香味啊吗？哇！看起来愈来愈好食，愈来愈水呢。你看伊这酱色，哦，有无？黄金的呢，新城黄金啦，即马新城黄金伫遮啦。哎，差不多会使啊。差不多啊。差不多啊。嘿，就唔感觉卡起来呢。是就疗愈。嘿啊。啊，卡起了后，咱会当甲伊淋即个阮做的照烧酱，甲美乃滋。家己搁有淋酒。啊，茶鱼恁会使用恁头拄仔烤的，啊，阮嘛有传即个。无，袂使，一定要用我的。一定要用，一定要用我烤的哦。一定要用我烤的。哇，这一定要互大家欣赏者，这水饺呢，这根本就是艺术品嘛。有点严重。这唔敢食，你看哇，这呢水饺呢。无够圆啦，无够圆。啊，溜落啊，等下滑去哦。过紧张。啊，然后呢？哇，这个照一下，哎，这个照一下，安尼，啊，这个淋一下。这大片啊呢哦。这大片啊，食人免钱的呢。哦，这大片啊。你玩那拢无去啊？拜托。对啊，伫阮博物馆，阮这茶鱼拢放记载伊，你淋偌济拢会使，只要你食会落啊。哇，足幸福的感觉。哇，水啦，赞！香足新鲜，真趣味，真趣味。妈妈，你感觉啥款？妈妈，我会当做副业啊。会使吼，真正做耍的啦。是讲咱这体验吼。唔知又甲咱骗，安怎？家己做，唔知好吃，咱都讲袂记你食。因为吼，因为一寡内底吼，因拢是迄
放趣味的尔，唔是讲放好食的啦。老师在家里不然阮讲做细声伊无听。无礼貌呢。哎，你啊，家己食嘿啊。咱的鱼仔拢有听到，都无礼貌。哦，鱼仔就听到啊。爱说你有烧哦。哦，这真正有烧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就修。安怎啦？哎呦，哎，高唔正呢，做了佫袂歹，敢若佫有影咧，好食。我来讲，这唔是讲因博物馆厉害，这是熬煮的人厉害。无啦无啊，一行的茶鱼这是阮的茶鱼，甲阮的料全了好呢。哦，这拢恁家己传的啊？是啊。茶鱼有加分的作用哦。绝对加迄芳气真正加分啊。好吃，会使哦，好吃啊！敢敢若会使哦，好你。我甲你讲啦，今仔日听完咱这个老师的导览了，感觉袂歹，要做伙来去耍，咱即摆就有咱吃，吃已经使，来，买紧就有咱吃，咱车要驶就行。啊，那我大家就车了。啊，你做头前的，我做头前啊，我做司机哦。哎呦，安尼。就车。安尼啊，无大家上车要开始啊。要走行 ，Let's go。来去新城。来去。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有趣的故事，欢迎在报名海导览城市，咱要出发去新城，拜拜。